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罗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罗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罗你，要吟诗学罗你的名。这时，请咱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。圣诗第3首，圣诗第3首。阿伯兰的上帝，全权统治万有，古早就有，直到万世，真爱的主。独一自然而然，天顶地下同仁，着学罗我主上圣名，永远无尽。圣诗第3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这是请咱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新的诫命伫圣诗的头前第12页。新的诫命，这里请咱大家来念：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新是讲。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，这两条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。
请坐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，启应文第43，伫圣诗后面1077页，1077页，启应文43，就是以赛亚12章。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。伫迄日，你会讲。虽然你有对我受气，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主上帝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是我的上帝，我要称赞伊。恁会对救迄种欢喜秋水，伫迄日恁会讲，将伊的所做伫列邦播扬，恁着唱歌称赞上主，伊的作为真显赫。住伫锡安的人啊，着欢呼唱歌。这是请咱头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阿罗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你的厅内底。毋管是伫风雨，也是伫好的天气，阮知影拢有上帝你的保护甲你的照顾。阮真心献上阮的感谢。伫这主日，阮嘛感谢你，互阮有一个欢喜的心来到你的圣殿。阮要欢喜，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。感谢你。互阮通过自习、读经、分享祈祷，通过研读的经文、见证等等文章，互阮开启新的眼光，伫上帝话语中看见满满的祝福。毋过，阮伫繁忙的社会世俗的潮流中，伫阮生活中，阮常常因为阮的骄傲，也是阮的靠势，也是阮的自大，得罪着你。是啊，主，阮就是伫罪内底伫流毒，伫罪内底伫困苦，伫罪内底阮无法改变。所以，阮真正需要上帝你的阳光来光照阮内心的黑暗。人伫黑暗底，并无快乐，颠倒是惊吓无确定。所以，主，阮感谢你，成做阮的救主，用你的阳光照阮。求主你开启阮的目睭，互阮有对你来的智慧。阮知影，伫你创造即个世间的内底，阮犯罪。互阮知影家己的罪，互阮愿意来悔改。除了阮内心的悔改，求主你真正互阮有迄个能力，会当行出来。阮知影阮要改变，阮嘛知影阮真正会降服伫你的旨意内底，互上帝你来带领。伫阮的生活当中，伫阮所行所去的所在，求主你互阮更加会当谦卑温柔。阮要更加来敬畏你，阮要常常来读你的话，阮要向你祈祷。伫祈祷内，阮知影，阮拢希望上帝你听阮的祈祷，互阮照阮所求的来应允。总是诚做你的囝儿，阮知影。主啊，
你的旨意毋是安尼，因为你毋是阮的提款机，你是爱阮甲你同行，听上帝你的话，互上帝来引带。祈祷毋是阮无拄着困难的代志，是伫困难的代志内底，阮知影，阮更加需要你。阮嘛知影，当阮面对困难的时，因为上帝你的帮助，阮若祷告的时，头前有上帝你美好的祝福伫顶面，伫头前等待阮，互阮人生一步一步往前，往上帝你备办美好的计划，行伫平坦的路途。主，阮要为世界和平，甲阮徛起的土地台湾的民主自由来祈祷。主，你是和平的人君，求你掌权来引带看顾保守，显明你的公义甲慈爱，化解人甲人中间的怨恨，也是民族甲民族中间的仇恨甲宗教的排斥，互公义来得胜。互和平早日临到，互这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，会当得到医治，也互因有气力来面对头前的路，过着平安的生活。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兄弟姊妹的生活，伫阮头前有困难，也是恶担当的时阵，阮犹原会当用欢喜的心来行头前的路，因为阮知影。上帝，你一直将平安放伫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心中。阮嘛求主，互阮兄弟姊妹，大家带着你的平安甲喜乐，甲上帝你的好消息，伫阮徛起的土地顶悬，互阮所去所在，也互阮成做公义的使者，带着你的疼。陪伴遐个更加需要帮助的人来荣耀主上帝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请三甲来赞美，这时圣乐队要来献诗阿罗上帝。因今日要献的是圣徒自接主圣殿。
先歌队用真水的歌声，带咱来敬拜上帝，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。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听上帝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旧约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11章40到8节，甲12章1节甲14节。出埃及记11章4节。摩西讲：耶和华安尼讲，约了半暝，我要出去行遍埃及。见若伫埃及地的大囝，对座位的法老的大囝，到伫维无的女婢的大囝，甲一切精生头水生的，拢要死。埃及遍地要有大啼哭的声。从前袂捌有安尼，后来也无过安尼。论到以色列中，无论是人是精生，连狗也毋敢跪因。互恁知耶和华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的中间有分别因。你遐个人神拢要落来见我，拍伫我面前，讲：求你甲军队你的百姓拢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对安尼，摩西大受气，离开法老出去。12章第1节，耶和华伫埃及地对摩西、亚伦讲：即月着做恁的正月，做年的头一月。恁着对以色列的全会讲：本月初10日，逐人着照老爸的家取羊仔，一家一只。若是一家的人伤少，一只羊仔食袂了，伊着甲隔壁的厝边照人额3角取一只。恁备办羊仔，着按算逐人所会食的量。恁的羊仔着无下数的未满年的羊羔仔羊公仔。恁着对绵羊中也是山羊中取伊拢通。恁着留到本月14日的黄昏的时，以色列全会的众人着杀羊仔，因着取淡薄血，抹伫食羊仔迄间厝双边的门徛甲门牌。迄暝着食羊仔的肉，用火逼伊，甲无甲饼苦茶掺伫食，毋通青青食，决断毋通用水煮，着用火逼头、骹甲五脏拢着食，拢毋通留过早起。若留到过早起，着用火烧。恁着安尼食伊，腰下大，骹穿滑，手拿拐仔，也着赶紧食。这是耶和华的叛过节，因为迄暝我要遍行埃及地，拍死埃及地甲一切头前生的，无论人甲精生，搁要审判埃及一切的上帝。我就是耶和华。即个血伫恁所徛起的厝，要做恁的记号。我一下看见即个血，就对恁爬过去。我拍埃及地时，灾会无到伫恁来灭恁。恁着用即日做纪念，守伊做耶和华的罪。恁着代代守即个罪，做永远的例。以上。下面要请牧师讲道，牧师今日要带予咱的信息是靠着羔羊的血，请咱大家来听。
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咱已经有几若礼拜，拢喺讲到十个斋，咱今仔日做一个算做即十个斋，上帝降落伫埃及十个斋的一个算做结尾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咱就要做伙来思考，上帝安尼做，是对伫咱21世纪的基督徒住伫台湾，到底有啥物意义？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圣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带领，感谢你的看顾，你互阮阁平安过一礼拜。但是阮也少念着，阮中间有兄弟因为身体欠安，无办法来到阮的中间做伙敬拜。但是阮知你是无所不在的主上帝，你的疼痛也未受到地上所有，无论是距离，也是地理的位置所限制。所以阮知你也甲因做伙伫地，所以阮迫切恳求主你，也看顾医治遐个阮教会中间，因为身体欠安、心灵欠安，无办法来到阮中间的兄弟，阮伫咧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声，愿恳求你的圣神，也同款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谦卑来听你的话，就是记载伫圣经中间的话，也透过阮圣经信息的分享，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，拢有当平平因为你的话来得到快乐，来认捌你的道理，搁较深。愿安尼恳求，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落去下水，雅各的子孙就是才会伫埃及的希伯来人，因伫埃及做埃及人的奴隶，互埃及法老王看做是免费做工的奴隶，因受苦真久长，一直到上帝呼召摩西，差派伊来转来伫埃及，来向埃及的法老来要求，互上帝的百姓会当离开埃及。但是咱过去几礼拜，咱就看到经历上帝所降落伫埃及这9个灾害，造成埃及非常大的损失。若是一般的人面对着上帝用这款的方式出手，展现上帝的快乐，我想大部分的人态度一定会变软。不过，这个埃及的法老，伊正做当时世界上强的帝国的君王，伊的心反倒转拿来拿硬，这互咱想到，就是亲像边角甲罗安梅，这个湿泥啦，土染着水，所以咱台湾话讲土水，当然台湾人所讲的土水是红毛土，但是咱知影，伫红毛土还未流行以前，就算台湾土角厝，也是用罗国仔梅，拍打，咱知影边角照着日头，伊会扬起变成水。但是罗国仔梅，互日头哪拍会安怎？哪来哪电？所以咱
到底要选择做一个边角，也是要做一个大日头下面的绿瓜仔梅？哦，其实哦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上帝也一直亲像对待埃及法老共款，一遍一遍哦，互咱得到警醒。啊，但是咱要安怎做？哦，咱是要亲像边角，还是要亲像绿瓜仔梅？哦，哦，当然边角哦，含伫喙中哦，非常的爽快。甚至若后无爽快，真侪人是吞冰块，吞冰块会当消炎。这是啥物人？这个帕瓦罗蒂这个过身10几冬的帕瓦罗蒂，伊的秘诀伊若后无爽快就是吞冰块。啊，是你要做绿瓜仔梅啦，绿瓜仔梅你要吞湿泥袂使啦，啊，反倒当绿瓜仔梅，伫日头下面是哪来哪点，哪来哪点。当然，绿瓜仔梅拍打也是真有好处，会当来起厝，不过即个披露的重点是一个人的心面对着上帝，互咱一遍一遍的境界，互咱一遍一遍的机会，咱是要心对硬来变做软，也是要亲像绿瓜仔梅，对软哪来哪硬。不过咱来看，上帝伫埃及为着要互埃及法老允准，互上帝的百姓离开埃及，降落10个灾。这第10个灾就是上严重的，就是头生的拢毁灭的灾害，灭头生之灾。无论是人的大囝，也是精生的头上生，拢死去。但是上时，上帝透过摩西命令上帝的百姓希伯来人，是爱伫门徛甲门牌去抹羊羔的血、羊羔仔的血，透过安尼，互上帝拯救的计划会当来实现。透过安尼，也互世间人甲希伯来人拢会当体会到上帝的疼痛。所以毁灭甲得救的对比，这会当讲是咱今仔日所读到这个第10个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比，毁灭也是得救。出埃及记11章到12章所记载的这个毁灭头上生、毁灭大囝的灾祸，其实伫一个层面顶面，是显明了上帝救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。这个重点是啥物？就是信主耶稣，相信圣囝耶稣，成做咱性命的救主，就会当得到永远活。若是咱灵魂无得救，性命的结局就只有死。当然，这款的道理，初初照着字面来看，真好伫了解，甚至你会感觉讲，这个上帝好亲像度量很小，但是这是甚至圣囝耶稣教导伊的门徒，也是强调这点。所以约翰福音3章
咱先来看约翰福音3章16节是啥物？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向着独生子赐给他们教育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咱手歌都晓背，从主日学咱就背到尽。但是同一个耶稣教导伊的门徒，一直讲，同一个会当讲同一篇讲道篇内底，咱教会罕得看到。约翰福音3章36节讲的是啥物？叫一切16节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是36节是讲啥物？叫一切信伊的袂死，搁得着永远活。但是36节讲着啥物？相信囝的人有永远的性命，有永远活。无信圣囝的人，袂得到永远活。上帝的受气常常伫伊的心上。这话讲啊真重，但是这是同一段约翰福音3章同一段内底，用这约翰福音3章转来看。出埃及记11章到12章，这真正咱就会当体会到啥物？圣经对灵魂得到救，也是讲永远活永生，灵魂得救的教导。其实，伫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上帝的受气，这两个中间。实际上无灰色地带，无灰色地带，也就是讲，人的灵魂毋是得救，就是灭亡。当然，这嘛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人的得救，毋是咱人讲人，你得到救，你无得到救，无任何一个人遐伟大啦。这是上帝的计划，所以咱莫袂记住。一方面，人的得救无得救，毋是人讲准算是上帝的计划，是用上帝的观点。但是一方面，咱诚做一个人来看上帝，伫上帝的慈悲疼痛甲上帝的受气中间，对咱人来讲，对你我来讲，这无一个灰色地带。就亲像3章约翰福音3章16节讲到上帝疼世间人，但是咧约翰福音3章36节讲到的是啥物？无相信圣囝的，袂得到永远活。上帝的受气常常伫因的心上，咱袂当弃头弃尾，这毋是台语，头剁掉，尾剁掉，我食中，鱼肚就好，毋是，绝对毋是安尼。咱爱看全部。当然感谢主，感谢主的是啥物？上帝的计划，敢若上帝知，上帝的意思关过人的意思。所以讲到上帝的受气。毋是用借口来合理化咱的受气，你拢安怎，咱莫，莫个安尼，若安尼即个世界无和平，人甲人的中间无和平，毋是，是咱爱相信上帝有伊的计划，但是上帝伫咱的心上，咱知影上帝有伊爱咱做。所以，咱爱勉励咱家己，咱爱催逼咱家己，就是咱活着爱知影，人的灵魂毋是得救，就是失丧，就是灭亡，毋是得救，就是灭亡。这对咱家己，咱爱家己提醒咱家己。另外一方面，这就想到咱
可能咱伫青少年、青年的时代，咱就开始会想，这个埃及的百姓实际上真无辜。圣经无写讲所有的埃及人拢苦毒希伯来人，但是为什么？因为埃及法老新的埃及法老无爱听从上帝的命令，结果所有的埃及百姓拢爱受苦。这互咱扩大咱的思考。到即个明仔载就是9月1号，开始就有真侪啥物电视，讲到世界新闻，美国遐就开始迄讲起911事件，2001年的911事件。那伫台湾，咱就开始讲到啥物921大地震，921大地震，1999年921大地震。咱经历遮个代志。咱看到遮个代志，咱就会想到921大地震，台湾2400外人过身。内底，若根据迄当阵，当然即个统计，这是教会界迄讲的。921大地震损失性命的遮个2400。外人中间基督徒其实差不多10%，超过台湾人口内底基督徒的比率。当然这是迄当阵教会界迄讨论的，所以无真正真精细的测量的即个调查。但是这互咱想到就是好人也会拄着歹事，好人也会拄着歹事。当咱用即个现实，好人也会拄着歹事。咱来看出埃及记11章12章，咱就体会到，就是人每一个人，无分你好野，也是善车，你是地位偌悬，也是你是基层，咱总是爱面对着咱家己，也是咱面对着咱所疼的人，伫某一个程度，拢会经历着上帝的第10个灾，对无？咱家己会面对着肉体的死亡，咱所疼的人也会面对着咱到迄日。咱肉体的死亡，也是咱本身有经历过咱所疼的人肉体的死亡。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11章5节会特别强调，既若伫埃及地对坐伫宝座的法老，到伫为魔的婢女所生的大囝，以及一切头上死的精生，拢要死。这是全面性的，这无讲着你好人歹人，无讲着你做真侪好事，也是你歹事做一大堆，毋是，这是全面性的。其实咱着爱思考着，这就是人活伫世间的一个现实，咱拢会有机会经历着肉体的死亡，咱所疼的人也会经历着肉体的死亡，咱会经历着咱所疼的人肉体的死亡，咱所疼的人也总是有一天会经历着咱肉体的死亡。这就是新约希伯来书所讲的9章27节，照着所定着的，人拢会死，死了后有审判，人拢会死。这是现代医药、现代医疗科技搁较发达，也无办法改变的事实。
所以咱来思考咱家己，思考咱家己伫信仰下面，咱真正敢有灵魂得救？若是你互你的过去所捆绑，直到你无真正靠着上帝心灵得到自由，你活伫你家己所起做的迄个家家内底，你家己毋知，甚至你阁望别人甲你共款，拢爱活伫迄个家己起的家家内底。甚至你看到别人咧笑，你会想讲你笑啥物？我心情较歹，你笑啥物？甚至佫会较极端是，我遮痛苦是你害的。请问，人爱问咱家己，咱的灵魂敢有得救？灵魂敢有得救？昨日伫咱的查经的中间，牧师有讲，这伫讲道也拢有讲过。咱长老教会的神学传统内底，人活着的目的是啥物？这是魏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。人活的最终的目的是啥物？人活着最大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有讲都有讲过吼，荣光上帝，因为上帝来欢喜。因为上帝永远得到欢喜，荣耀上帝，因上帝永远的喜乐。永远是啥物意思？就是无论好事歹事，咱总是拢会体会到上帝的旨意，拢是美好。所以，就算伫艰苦的中间、辛苦的中间，当咱想到讲，上帝的旨意拢是美好，咱不得不感谢上帝，真正来学到上帝。咱敢要亲像迄个心一直硬心，亲像即个埃及法老面对狗的灾厄，无愿意屈服。要等到上帝降落迄个第10个灾厄，迄个上严重的灾厄，迄个毁灭性的灾厄。过来，若是咱亲像遐个埃及的百姓共款，可能咱独善其身，但是就亲像迄个911事件，2001年的美国的纽约的911事件。迄几千人是真无辜，咱也有可能会面对着安尼。若是安尼，当迄天临到的时阵，咱要怎样来面对？当面对着肉体的死实的迄个时刻，咱要怎样来面对？当咱面对着咱所疼的人，肉体的死实的时阵，咱要怎样来面对？也是咱也想到咱所疼的人，也伫迄天到的时阵，也会经历着亲像第10个灾厄的时阵，咱要互因帮助因怎样来面对？所以咱爱知影，这是迄个逾越节的一个油画。咱看到迄个天使对吧？但是这个天使你看到是啥物？咱讲击杀的天使，这个迄个所以逾越节，这个翻译这个翻译逾越节，其实会误导，逾越法规、逾越分际，但是逾越节，这个搬过节，台语搬过节就对。搬过，就是你到伫遮，你越过叫做搬过，也是英文讲 Passover，拍白爱的时阵，打扑克牌的时阵，该你出牌你没有牌，也是你策略性的要延后出牌，你会安怎 pass？
Passover 就是安尼跳过人过的意思，即个逾越节，就是看到即个击杀的天使，看到门徛甲门牌有抹着羊羔的血的时阵，伊就跳过人过，这叫做逾越节。犹太人到即马拢会纪念即日，上帝因为上帝显明伊的拯救，显明伊的保守，但是咱讲到第10个灾厄，伫某一个层面是人拢会拄着的威胁。咱就来看圣经讲的死亡是啥物？当圣经，尤其是旧约内底的诗篇，讲到人的死，强调的是分离、隔离、隔离、分离、离开。所以咧，肉体的死亡就是灵魂离开身躯，这叫肉体的死亡，分离。灵魂的死亡是啥物？那照伫圣经所讲，灵魂的死亡就是灵魂甲上帝永远来隔离，灵魂与上帝的隔绝。所以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提醒咱活伫世间，咱是爱避免第二摆的死。启示录20章14、19、15节讲，死亡甲阴府也迄伫火湖，即个火湖就是第二摆的死。若有人的名无记伫死命册，伊就互迄伫火湖里。灵魂的死，就是灵魂甲上帝隔离。所以咱活伫世间，咱爱体会到即个现实，就是肉体的死是无办法避免。半世纪以前，就有科学家认为讲，将人要死以前，甲伊冷冻，然后想讲安尼解冻之后，以后科技发达，解冻之后，就会当以后科技发达，伊可能有啥物50年前的绝症，所以伊就知影家己有绝症，就甲身体冰冻，袂死哦，就先冰冻，然后咧想讲未来科学发达，科技发达。会当医的时阵，就来解冻，这60年前咯，即马已经2020几年，60年前就要讲啊，咱即马科技敢有进步？有进步啊，对无？敢会当实现？无啊，没有啊，咱遐个60年前冰冻的遐个人，即马游玩伫遐付钱，电费爱付，管理费爱付，60当啊，敢有实现？人袂死，无肉体的死实是无办法避免，这是现实。但是既然是安尼，咱甘愿意死两遍，灵魂离开身躯是肉体的死，灵魂甲上帝永远隔离，这是灵魂的死。死一遍已经真痛苦啊！你要死两遍，咱敢愿意？咱有啥物人愿意死两遍？然后灵魂甲上帝永远隔离？若是安尼，咱爱问咱家己：咱敢愿意把握时机，跟对圣囝耶稣基督伊的教导，咱？伫即马现在，咱追求迄个顶头生，咱
活出一个，每一天活出一个新的生命，每一天拢在进步。有人进步真紧，有人进步慢，但是至少今仔日比昨昏搁较进步，安尼就是进步。咱敢愿意来每一天得到顶头升，咱拢知影，每一个人拢不得不爱面对迄个上帝恩典面的第十个灾厄，所以咱就爱亲像希伯来人共款，听从上帝的命令来追求保护，避免咱家己陷落伫第二遍的死。消防演练啊，哦，这是讲这个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哦，这是安尼，这主要是安尼，啊。就兄这，但是讲到遮，咱爱想着一项事，这项事就是出埃及记11章第7节，甲咱讲，上帝降落伫埃及的第10个灾厄，有的家庭受影响，有的家庭无受影响，毋是每一家的大囝拢受害，毋是每一家的精生的头就生拢死去，差别伫倒位？差别伫倒位？为什么希伯来人平安无事？敢是遮个希伯来人人格较好，拢是好人？无啦吼，咱若继续看出埃及记，遮个希伯来人出埃及到伫旷野，因一遍搁一遍背逆上帝的命令，甚至有时阵会对其他的人去拜偶像。因毋是较贤，因毋是较厉害，因毋是较好的人。啊，敢是遮个希伯来人，祭司也是宗教的外表行为，互因保平安。无拄拄，旧约内底先知拢甲咱讲，遮个干那外表的献祭，上帝无欢喜。安尼差别伫倒位？差别伫倒位？出埃及记12章第7节，甲12节到13节，拢甲咱讲，埃及人甲希伯来人面对第10个灾的差别，就是羊羔的血。羊羔的血，上帝命令因将细只羊仔的血抹伫门徛甲门牌，然后希伯来人拢有照做。讲到羊羔，当然旧约出埃及记讲羊羔，就是细只羊仔的意思。新约内底拢讲羊羔、羔羊啊，羔羊，细只羊仔。甚至出埃及记佫讲，上帝命令希伯来人，命令伊的百姓爱准备的是无瑕疵的细只羊仔，毫无瑕疵的羔羊。这对咱有啥物意思？咱拢知影，到伫福音书，圣经就甲咱讲。圣囝耶稣就是上帝的羊羔，咱伫即马，咱坐伫即个所在，咱得到上帝拯救，咱有上帝引带，咱有上帝同在，互咱毋惊灾害，就是因为咱有一只羊羔，一只无瑕疵的羊羔，
即个至悬真正无瑕疵的上帝羊羔，就是上帝天父上帝独生圣囝耶稣，为着世间人的罪，通过十字架，为着咱即便来献上伊家己，互咱会当恢复了甲上帝的关系。你我咱其实咱拢有上帝的羊羔圣囝耶稣流的血抹伫咱的心上。有可能咱有时阵，咱想讲，咱来想象出埃及记12章所讲，爱安尼做。咱的门徛门牌拢有抹羊羔，然后上帝讲你莫出门哦。但是咧，咱就真爱咱有时阵就想讲出门无啥物嘛，结果咧，哇，凄惨落魄。这叫做啥物？咱袂记上帝的命令，袂记上帝的话，死教就袂记上帝的话。你我咱每一个人拢有可能犯着即个错误，但是咱袂当否认，咱已经有上帝羊羔的血伫咱的心上，咱甲上帝已经恢复，这亲像亚当甲上帝的关系。就因下这，约翰福音1章29节记载，行失的约翰看到耶稣，伊就讲：看啊，上帝的羊羔是除去世间人的罪的。彼得前书1章18节到19节，也甲咱讲：知影恁得着救，知影恁得着救赎，恁会当脱去恁的祖先所流传遐个虚妄、虚假的行为，毋是照着会毁坏的金银财物，是照着基督的血，亲像无瑕疵、无垃圾的羊羔的血。咱莫想讲靠咱家己，咱莫想讲靠咱遐个有形的物件，咱只有真正谦卑，靠着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面对上帝降落的第10个灾，因为羊羔的血，希伯来人甲埃及人的造物是生甲死的差别。咱面对着现实，面对着人肉体的有限，毋知影咱敢愿意把握机会，靠着迄个为着咱一遍献上伫十字架顶面，献上家己所流宝血的圣囝耶稣，来得到迄个会当甲上帝永远袂隔离的迄个永远的性命。所以愿咱伫生活的中间，无论咱现在怎样，咱爱注目看上帝，咱爱时时刻刻用圣囝耶稣所教咱的话，咱勇敢来活，咱也追求每一天有改变，每一天得到新的生命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体会到你的救赎是出对你为着阮所定着这个拯救的计划，毋是在伫阮靠阮家己的能力，
靠阮家己所想的方式来得到救。阮只有倚靠你，只有照着你的旨意，只有顺探你的话，跟对你的脚步。主啊，阮常时也感谢你，你无看到阮本身的不足，阮的软弱，你看到的是阮是需要你的疼痛。所以，无论拄到任何的代志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提醒阮，提醒阮，就是阮已经有你圣囝耶稣保护的保护，你甲阮同在，你也互阮。无论经历着啥物，阮会当学习，毋惊灾害。主啊，阮头前的路需要你的引带，阮所行每一个路站，拢需要有主你的扶持。所以恳求你的圣神，伫阮的心上来做工，互阮会当常常体会到，阮是你的关联的下面，有你的保守，有你的帮助。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时刻得到更新，阮的思考爱更新，阮的态度爱更新，也帮助阮，互阮所讲所行，也会当日日更新，日日进步。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帮助阮，会当因为活出迄个新的生命，阮得到真正的欢喜。迄个欢喜是无受到地上现实或者的困难、恶担当的事所影响的欢喜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话，感谢你的圣神做工，显明你的能力。恳求上帝你时刻帮助带领，甲保守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用圣经的话语，甲咱三面的，咱此时要来回应上帝话。咱此时要来念圣诗574首，圣诗570首来应答上帝话。圣诗574首，明日只有信靠主，艰难中也信靠主。虽然我的心真浅，信靠主就得恩惠。时时刻刻信靠主，日子快过就靠主。无论啥事得包围，信靠主就得恩惠。圣诗574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念。无论
城事地包围，心靠主就地恩惠。有主相信的主God，就往最灵马多等，就你抓我稳当，心靠主最得高报，心个心靠主，日子快快就靠主，无论相思的包围，心靠主就得恩惠，我不必怕着怜惜，我中惊也求着伊，不着危险免忧愁，心靠主就得隐藏，真是个心靠主，真是快快就靠主，论相思的包围，心靠主就得恩惠，真是世人真靠主，也是我也靠主，安慰当日的主，也是我恩主，真是个心靠主，日子快快就靠主，无论相思的包围，心靠主就得恩惠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奉献，请秋妹这首甲以前这首来示献。
下面报告，即时请咱大家先开周报。未报告大声的时阵，咱欢迎即个老先生的夫妇，甲伊的囝儿吼，甲因的朋友，伊进前有来过2遍啦吼。咱也真诚心邀请你继续来参加阮的聚会甲礼拜，咱大家搁拍票啊，甲因欢迎者。报告事项吼，第一项的主日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，要将由台南神学院施文贝牧师代表圣经学院前来本会请安报告。咱本会业务处要前往台北中会秀朗教会。第二，高二插会班要伫即礼拜拜六上午10点，要伫教会礼拜堂上课，请已经报名的姊妹准时来出席。第三，最近流行感冒甲新冠肺炎疫情，原来是真算严重啦呼吁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。也建议若有感冒的症头，也是抵抗力较差的兄弟姊妹，出外也是聚会的时阵来带吹暗。第四，礼拜5暗时7点半早间聚会是采用每周圣安宫做教材，请兄弟姊妹来踊跃出席。第五，需要牧师探访，也是希望安排家庭礼拜兄弟姊妹，请各地牧师也是中职，通来安排。下主日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，题目经文起用啥，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倒边的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主日的上午10点。圣乐队练唱是主日上午8点45分。咱每周圣安宫的查经是伫拜5暗时7点半，暗时7点半。咱即礼拜要查的经节是腓利门书第1章第1节到21节。咱插会班每个月是1遍。大部分拢伫头一礼拜上午10点，咱即礼拜拜六就有即个插会班顶周出席的人数甲方言统计，咱家己来看。若有毋对的，请来秋妹即事也是敏敏即事来更正咱来看咱的圣港事奉圣港事奉。咱即礼拜的招待是文良兄甲贤忠兄，插花是杨长老，清扫是秋妹结束。后礼拜讲道是施文贝牧师，书会是杨长老，书琴是义节执事，领唱是杨长老，书弦是明兵结束甲秋妹结束，招待是燕庆姐甲罗长老。咱插花是咱的插花班，清扫是素琴姊妹即是请咱来看咱正边的下面的金句，是以赛亚书12章2节。即是我先来读一遍，咱才来用台语读2遍，用华语读1遍看上帝是拯救我的。我要挖靠伊，也无惊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诚做救我的。看上帝是拯救我的，我要挖靠伊，也无惊，因为我耶稣是我的气力，是我的诗歌，伊也诚做我的。
看上帝是拯救我的，我要挖靠伊，也无惊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诗歌，伊要帮助我的。看啊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稣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以赛亚书12章第2节，就是请咱大家一个愿为用拱手向四周围的人来互相请安，大家平安啊。这是请咱来吟上扬的诗，圣诗第391首。圣诗第391首。俄罗天顶主宰，创造天地甲海，保护万民，人人伫普天下。同心俄罗上帝，俄罗三位一体，白镜圣神。圣诗391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，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咱就爱随时会记住，就是咱的心上有上帝无瑕疵的羊羔，就是圣囝耶稣的保护，所以咱是得到上帝保护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咱有上帝同在，咱有上帝做伙同行，咱毋惊灾害。虽然现实常常是互咱会拄着困难，但是圣神甲咱做伙伫地，圣神也帮助咱日日进步，日日得到更新。所以咱爱活出俄勒的快乐，因为上帝的旨意拢是美好。愿主赐福保护恁。愿上帝已经变照恁，让主必款待恁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请坐。祈祷闭会。